財政預算案提出為高增值嘅海運發展提供一系列惠及產業嘅稅務政策，因應國際嘅稅務規則嘅改變，我認為呢係十分合時嘅。咁面對世界嘅變局呢，香港港口同埋空運嘅物流業呢，正係面對前所未有嘅變數。只有向高增值現代化發展呢，先至係會有出路。希望政府因時制宜，時刻機動咁樣去推出政策，協助業界應對國際嘅變幻所帶嚟嘅風險。面對美國嘅無理施壓，業界更加要團結，同政府以及中央緊扣，不能夠短視，亦都唔能夠只係顧蠅頭小利，忘卻大義。喺當前美國持續以變態嘅關稅，以及係技術壁壘、產業割裂、金融施壓等方式咧，對中國實施無理嘅壓制。喺呢個國際形勢之下，我哋知道美國係注定失敗，因為佢哋係紙老虎。香港商界喺制定商業決策嘅時候，必須以全域視野審視地緣政治同埋商業行為聯動效應，亦都唔能夠再講乜嘢在商言商。如果咁講，就真係太天真太傻。夏寶龍主任講，歷史同埋現實話俾我哋聽，外部勢力搞亂香港、以港壓華嘅圖謀係唔會改變，亦都絕對唔能夠得逞。美國人唔係要我哋嘅稅，要我哋嘅命。呢一個呢，正正係一個戰略嘅判斷，佢哋係唔會停止，而係會繼續。咁所以我哋係要做好應對嘅措施。歷史話俾我哋聽，反覆亦都證明咗，若果忽視地緣政治嘅格局對商業生態嘅深層次影響呢，企業同埋產業將為短視嘅決策呢係付出沉痛嘅代價。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嘅重要窗口，既要善用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更加要深刻認識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係繁榮穩定嘅根本保障。喺變幻嘅時刻，香港各界唯有同國家同頻共振，喺堅守國家安全底線嘅同時，創新商業嘅實踐，先至能夠喺複雜嘅變局當中實現國家戰略價值同埋企業長遠發展呢係良性互動。喺新形勢之下，香港充分發揮我哋超級聯繫人角色，喺法治嘅規範啊、資料嘅流通啊、人才引進等等，我哋可以有更多嘅作為。